鬼董卷2故事5官員行法之報。嘉定癸未年嘅秋天，我喺官署嘅客房入面，同嘉興嘅趙遠成，仲有德清嘅劉主保坐埋一齊傾偈。當時劉主保講咗一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故事。佢話德清縣以前有個知縣，因為政績好，被調升去管理國庫。點知去到任職冇耐，佢背脊左邊突然生咗一粒好毒嘅疽瘡。當時有一位鄉紳揾咗個名醫去幫佢醫，原本都醫好咗，點知過咗冇幾耐，粒瘡又喺背脊右邊發出嚟，而且痛得仲犀利。鄉紳再叫個醫生去睇，點知個醫生推三推四，請咗10次都唔肯去。後來鄉紳夾硬帶個醫生去，個醫生先至講出一個好恐怖嘅真相。佢話其實我收到通知，原本係即刻想出發，但係有一日晏晝我瞓緊覺嘅時候，夢見2個官差將我帶到去陰曹地府大堂上面，坐住一個著住金紫官服嘅大臣。佢對住我厲聲咁鬧，佢話呢個知縣以前喺德清做官嘅時候，故意放走咗一個本來應該判死刑嘅重犯，令到嗰個人逃避咗上天嘅懲罰，所以上天注定要佢生毒瘡痛死。大臣仲話你上次幫佢搽藥醫好咗，已經係違背咗天意，如果你今次再去醫佢，佢個罪名就會連累埋你。個醫生講完冇耐，嗰位官員果然就死咗。聽完呢件事，大家都覺得好心寒，故意放走罪犯嘅報應都咁重，如果係故意插贓嫁禍冤枉好人，後果真係諗都唔敢諗。呢個時候趙遠成亦都開口講咗另一個案。佢話以前有個官住喺湖州嘅空相寺入面，呢個人平時以嚴酷兇殘見稱，最中意用重刑。後來佢病到臥床唔起，房入面經常傳出好奇怪嘅聲，佢會突然用官威好重嘅聲大叫犯人嘅名，然後又會用另一把聲好似犯人咁自己回應翻，之後佢又會自言自語話要打幾多板，跟住成個人就會喺床上面瘋狂大叫，好似真係俾人打緊咁痛。最離奇嘅係有人掀開佢張被，見到佢2條大髀上面布滿咗一條條好深嘅被杖打過嘅疤痕，密密麻麻，好似織布咁。佢每日就係咁樣重重複複受刑，想死都死唔去。做官用法，如果帶住私心去害人或者放人，原來陰間嗰本賬一早就已經記低晒。鬼董卷2故事6。亞洲守在任期間，當時係秦檜權傾朝野嘅年代，亞洲太守為咗討好佢，準備咗一份好重手嘅生日禮物。佢揾人整咗超過100支好大嘅蠟燭芯，全部用精金鑄造，外面再包一層上等嘅花蠟，諗住咁樣將金運去京城。太守派咗個領頭嘅衙役帶住10個士兵，山長水遠咁將禮物送去都下。行到岳州三山嗰陣，天色突然變咗一場暴雨，兜頭淋落嚟。佢哋唯有走入路邊一間草屋避雨。草屋嘅主人係個窮書生，天寒地凍，佢仲着住件薄到見底嘅衫，匿喺草台入面發抖。書生見到佢哋就好擔心咁講：呢度屋頂漏水，萬一整濕咗棺物就大鑊，不如去前面1里路嘅客舍嗰度整齊好多。衙役聽完就叫書生帶路，去到嗰度果然見到一間好大嘅民居。屋主姓宇，一見到有客就好熱情咁出嚟招呼，又煲水又煮飯。於是個老婆喺房入面偷聽，知道佢哋送緊太師嘅賀禮，心入面即刻起咗貪念。佢細聲同老公講：呢班人身上肯定有大把錢，不如我哋做咗佢。老公有啲驚，話對方有10個人，我點打得贏？個老婆由袋入面攞出一包嘢，佢平時係賣藥嘅，成日幫埋啲淫蛇嘅女人做墮胎藥，手上面收埋好多劇毒。佢將殺老鼠藥混埋幾種毒藥，偷偷地倒晒落啲酒入面，再拎出去俾班官差飲。到咗半夜，毒性發作，10個兵
全部昏迷不醒，唯獨係嗰個領頭嘅衙役飲得少，藥力唔夠強。姓余嘅見時機成熟，直接拎起把斧頭，一刀一個將10個兵全部斬死。佢將大部分財物埋晒喺地下，但佢發夢都估唔到，原來最值錢嘅係嗰堆蠟燭。佢以為只係普通嘢，就隨手塞咗喺床底。後來啱啱遇到嗰個書生要娶老婆，姓余嘅就送咗2支大蠟燭過去做賀禮。書生拎返屋企，點極都點唔着，佢覺得奇怪，攞把刀刮開表面，入面竟然露出金光閃閃嘅金剛。書生之後就不斷返去姓余嗰度借啲意，再問佢攞蠟燭。姓余嘅終於起咗疑心，佢返去刮開剩低嗰啲蠟燭，一睇先知自己竟然錯手將金送咗俾人。佢又悔恨又驚，為咗滅口，佢一不做二不休，趁夜將書生2公婆都殺埋，之後就搬去漢陽做米商。呢種小人發咗橫財，一有錢就生養。佢買咗成屋婢女返嚟玩，完全唔理個老婆。老婆發晒火，對住佢大鬧，話你有今日嘅富貴，全部都係靠我嘅計謀。你依家竟然咁撇低我，信唔信我將件事爆出去？姓余嘅雖然心入面好唔爽，但又唔敢殺老婆，佢唯有出去揾妓女消愁，仲隨手將屋企啲珠花首飾送俾個名妓。個名妓見佢個人好似傻仔咁，但出手又咁闊綽，已經覺得有啲古怪。佢仔細睇下嗰朵珠花，發現葉下面竟然刻住雅州太守嘅名。名妓覺得唔妥，將件事話俾其他熟客聽，最後驚動咗官府。結果姓余嘅2公婆俾官府捉去刑場，當眾凌遲處死。當時秦檜勢力最盛，四面八方送嚟嘅賄賂多到好似山咁高，連皇宮入面都冇嘅寶物，秦檜都有。雅州太守呢幾百支金蠟燭，對佢嚟講可能只係一堆唔值錢嘅垃圾，但係為咗呢堆垃圾，前前後後已經填咗10幾條人命落去。